佢信你嘅時候咧，要鎖匙交俾你咧，佢就會乜都叫你幫佢做。售後服務咧就有3種啦，我理解。一種咧就係隱蔽工程嘅，係睇唔到嘅；一種咧就係表面上邊嘅嘢，跟住仲有一種咧就係機電設備嘅嘢。咁客戶揾翻我啲咧，我都會揾翻當時嗰個合作商嘅供應商去維保嘅，去維修嘅。咁頭先講我睇唔到嘅嘢咧就大劑啦。如果假設你話嗰個發臭啊條管堵塞咗啊，個廚房條管或者幾條管拼埋一齊冇做一個維修好，咁呢種咧就叫大修。呢種大修咧，其實就係追溯翻咧，其實就係嗰間公司前期嘅時候就冇驗數做得唔好。你而家做得唔好，可能慳200蚊，但係咧你可能3-5年之後咧，佢失咗之後咧，你可能使2000蚊、1萬蚊都唔一定搞得掂，你要揼爛翻晒佢，因為你嘅公司仲喺度，你揾翻你人哋提到問題出嚟，究竟喂呢個唔係新問題喎，呢個係你嘅低級錯誤喎，咁呢種情況咧，你就無條件幫佢整嘅時候咧，可能你嘅付出嘅代價就係可能會2000甚至2萬，咁所以我啲講咧就意思話唔敢慳嗰200蚊。除非你公司唔喺度啦，你揾你唔到，咁你唔係唔慳咗200，你就賺多200咯。但係呢個唔係我啲嘅風格，同埋我係唔敢咁做。我啲嗰個部門咧有由創業嘅時候咧，因為我啲做香港人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啲香港人咧就唔係成日翻嚟嘅。咁咧我啲就有嗰個以前係一個人嘅嗰個電工字嘅電工，咁後期咧就會有灰啦，跟住有一個少少泥水嘅啦，咁嘅3個人咧就組成呢個咁嘅一個維修團隊。一開始即係做我啲初做9幾年嘅時候咧，就做香港人生意咧，其實嗰啲業主咧都係叫你去幫你維保。